你係唔係成日買六合彩都差一個號碼，期期買期期食白果，覺得自己好似送財童子咁？我話你知，根本唔係你命格無財，係你買錯月份買錯日子。2026年8月立秋氣場大轉折，喺九紫離火運同丙午火年嘅大氣場底下，8月嘅辛金月形成火克金為財嘅偏財星大爆發。今日唔講轉話抹角嘅廢話，同大家講最真金白銀嘅下注秘法。好多老友記成日問我，點解人哋買六合彩可以中幾千萬，自己買咗幾十年連個安慰獎都冇？你以為自己命格冇橫財？錯晒，你係唔識得借勢。2026年呢個8月係一個百年難得一遇嘅偏財窗口期。點解咁講？你知唔知今年係丙午火年，火氣旺到極點，而8月7號立秋之後正式踏入辛金月。火同金嘅關係喺玄學入面就係火克金，而克喺偏財嘅世界入面就代表得道，代表征服，代表你用力去揸住啲本來唔屬於你嘅財富。所以呢個月只要你方法啱，你嘅銀包就有機會突然之間儲過你個肚腩。但係我見太多人唔識玩，帶錯顏色去錯地方，買完張飛求其塞入褲袋。你咁樣對待啲財氣，佢點會埋你身？今日我會一口氣公開5個全員通用嘅下注秘法。呢啲秘法唔使錢，唔使買嘢，你而家即刻跟住做，聽日去投注站嘅時候就用得着。第一個秘法方位，你以為間間投注站都一樣？梗係唔係。8月嘅偏財星，亦即係九紫星入面嘅6白武曲星，佢會巡遊到西南方同正南方。你如果住港島，就去香港仔或者堅尼地城嗰邊揾投注站。你如果住九龍油麻地佐敦嘅西南面，嗰幾間就係你嘅風水寶地。你如果懶得出去，都可以喺屋企嘅西南角或者正南角拎住部手機喺嗰個位置落注，效果一樣。但你要記住，去投注站嗰陣，你嘅步伐要輕鬆，唔好急講，因為急會散氣。你氣散咗，財都跟你散埋。第二個秘法，幸運色，呢個好重要，因為顏色直接影響你嘅磁場。8月屬金，金嘅代表色係白色、金色、銀色，而火就係紅色、橙色、黃色。你要借火嘅氣去克金，所以你着衫嘅時候，上身最好有紅色或者黃色嘅元素，下身或者鞋就配白色或者金色。點解要咁配？因為上身係你嘅天，代表你嘅運勢，要夠火先夠旺；下身係你嘅地，要夠金先接得住啲財。最忌係乜嘢？一身黑沉沉，黑色屬水，水會滅火。你着到成個黑衣人咁去買飛，即係自己淋熄自己個火爐，仲點會發達？你就算唔信，都試一次，着件紅衫去買，睇下個感覺係唔係唔同咗。第三個秘法，彩票壓財收納，呢個動作我成日都提，但好多人都係聽完就算。你買完張六合彩，千祈唔好就咁對塞入褲袋，或者求其攝喺銀包嘅雜物格。你要做一個動作叫壓財。點樣壓？你返到屋企之後，將張彩票用一本新嘅未用過嘅書，或者一個新嘅利是封夾住，然後放喺你間屋嘅財位。財位喺邊？你企喺屋企大門口，望入去最左邊嘅對角線角落頭，嗰個就係你間屋嘅明財位。你將張彩票平平整整咁放好，然後喺上面壓一個紅色嘅利是封，入面唔使放錢，淨係放張紅紙就得。
呢個動作就係話俾個天聽，你重視呢張飛，你珍惜呢個機會，財氣就會凝聚。如果你張飛中咗，即使係細獎，你都唔好即刻攞張飛出嚟亂咁揚，要等到就獎嗰刻先打開，咁先可以保住個彩頭。第四個秘法，黃金時辰，買六合彩唔係你幾時得閒就幾時去買。8月嘅申時，即係下晝3點到5點，係金氣最旺嘅時辰。試下喺呢段時間去買飛，你嘅中獎機率會比其他時間高出一大截。如果你呢段時間要返工，你都可以喺 office 偷偷用手機買，但要確保你坐嘅位置係向住西南或者正南。仲有一樣嘢，就係你唔好喺心煩氣躁嘅時候買飛。你如果嗰日同人嗌交或者做嘢做到好攰，你寧願唔買，因為你嘅氣場亂，你買咗都係嘥錢。你要喺精神爽利、心情靚嘅時候落注，嗰陣你嘅氣場最光亮，最能夠吸引到好嘅磁場。第5個秘法，心態調節，呢個可能係最難，但亦係最關鍵嘅一樣。你買飛嗰陣，抱住一個做慈善嘅心態，你同自己講：呢10蚊、20蚊係用嚟幫人嘅，唔中咪當積得咯。你越係咁諗，你就越放鬆。你越放鬆，你嘅氣場就越開發。相反，你如果咬住個牙關，覺得今次一定要中唔中我就死啦，你嘅氣場就會收縮，好似一隻驚青嘅刺蝟咁。財神見到你都掉頭走。記住，好錢係中意流向光亮、輕鬆開心嘅地方，唔會中意流向緊張、壓抑恐懼嘅地方。你每次去買飛之前，深呼吸3次，笑一笑，然後先至入投注站。呢個動作可以改變你嘅磁場，令你由一個送財童子變成一個吸財磁石。睇到呢度，你係唔係已經想知自己個生肖有冇份？即刻撳下面個訂閱掣，再點亮小鈴鐺，喺留言區打出接8月橫財。我哋每星期都會分享最接地氣嘅聚財改運實操，訂閱咗就唔會錯過任何一個翻身爆發嘅機會。你打發8月橫財，我就當你嘅同我對咗個暗號，財氣就會先留一份俾你。仲等，快啲留言啦！好啦，你而家學識咗嗰5個全員通用嘅下注秘法，係時候揭曉邊3個生肖喺呢個8月真係會行大運，發過豬頭。你準備好未？我由第3名開始講起。你如果聽到自己個生肖，記住瞪大對眼，因為每個生肖嘅打法都唔同。你打錯咗，隨時會由贏變輸。揭曉排喺第3名嘅生肖，屬猴嘅朋友，屬猴喺8月申猴見新月，呢個叫伏吟，即係你自己嘅本命生肖同月份嘅地支一模一樣，好似你照鏡咁，你嘅能量會放大1倍。再加上金雞星同3合星同時照住你，呢個組合非常之得人驚。金雞一星係乜嘢？就係古代皇帝用嚟鎖住金銀珠寶個保險箱同財寶庫。如果你8月個荷包會好似有個無形嘅鎖咁，啲錢入咗去就好難流出嚟。而3合星就係幫你招粒朋友、貴人同好運過嚟。所以屬猴嘅你，8月最特別嘅地方係細注大中。你唔使學人一頂千金，你只需要隨手買1兩注，或者完全靠靈感。例如你無端端發夢見到個號碼，搭車見到架巴士嘅編號，甚至係你排隊攞嘅飛仔號碼，你跟住呢啲直覺去買，命中率高到你連自己都唔信。你嘅運勢會喺龍龍8月初一同8月15呢2日特別旺盛。你最好喺嗰2日嘅下做新事，
即係3點到5點去西南方嘅投注站落注。但屬猴嘅你有一個致命缺點，就係容易貪心。你如果中咗細獎，千祈唔好諗住哇咁易中我，下次買大啲。你一探個勢就會短，你見好就收。仲要記得將中咗嘅獎金最少抽1/10出嚟做善事，捐去你信得過嘅機構，或者幫客身邊有需要嘅人。呢個動作叫做散財積富。你散咗財，你個財富先會越嚟越深，越裝越多。跟住揭曉排喺第2名嘅幸運兒，屬蛇嘅朋友。屬蛇嘅你喺8月真係行運一條龍，因為你有天月貴人同月德吉星雙雙入照你嘅命宮。天月貴人係玄學入面級數最高嘅吉星之一，幾乎所有古籍都話佢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，而佢帶嚟嘅財叫做貴人帶財，即係你嘅財運唔係靠自己死追爛追，而係有人會帶住啲機會嚟揾你。你8月買6合彩最好嘅策略就係合股，或者你完全跟住一個你覺得佢運勢好旺嘅朋友一齊買，你唔使自己做決定，你信佢，佢買乜你買乜，佢揀邊間投注站，你跟住去。因為你8月嘅財運係借運，你借咗人哋嘅旺氣，你就會一齊旺。屬蛇嘅黃金下注日係立秋當日，即係8月7號同埋農曆8月12。呢2日你嘅貴人星最光，你最好約埋你嗰個幸運朋友，豪字正南方嘅投注站一齊落注。但我要嚴重警告你，屬蛇嘅你中獎之後，最大嘅忌諗就係養。你千祈唔好中咗個幾千蚊甚至幾萬蚊，就忍唔住喺 Facebook、Instagram、WhatsApp 群組度大肆宣揚。你一張揚，你個貴人財就會散，因為天月貴人中意低調，你越低調佢就越肯幫你。你中咗獎，最多同你嗰個合股嘅朋友講聲多謝，然後將你哋嘅獎金平平靜靜咁袋，好唔好同第三人講你守得住呢個秘密。你下一次再買，貴人星會繼續係保佑你。孔頭戲嚟啦，排喺第1名，真正最告做豬籠入水嘅就係屬馬嘅朋友。你係咪等咗好耐？我同你講，你嘅等待係值得嘅。2026丙午年正正就係屬馬嘅本命年，俗稱犯太歲。好多人都話犯太歲唔好，但其實犯太歲之年，如果流年配合得好，反而係不破不立，即係大破大立，橫財就手。屬馬喺8月迎嚟10年一遇嘅偏財星大爆發，因為今年係火年，你屬馬本身就屬火，火上加火，而你嘅3台星同金魚財富同時開晚，呢個組合真係10年都遇唔到一次。3台星係古代象徵步步高嘅星，代表你嘅運勢會好似上樓梯咁，一級比一級高。而今年星就係皇帝出行嗰架馬車，代表你嘅財富會好似皇帝出巡咁，浩浩打落四面八方嘅財水都湧入嚟。你就算連買幾期，都有機會連中幾期，呢個絕對唔係天方夜譚。屬馬嘅你，建議你喺陽光最充沛嘅下爆時段，即係下午1點到3點嘅未時，或者3點到5點嘅申時，去正南方嘅投注站落注。你買飛嗰陣，最好帶住一件紅色或者金色嘅飾物。你嘅自信會係你最大嘅武器。但屬馬嘅你有一個特點，就係使錢使得好快，賺到錢就忍唔住要使晒佢。所以如果你真係好彩中咗大獎，你一定要聽我一句向，即刻將筆獎金嘅一部分買少少實物黃金，
或者睇下有冇啲細細地嘅物業單位上車。呢個動作叫將橫財轉化成固定資產，將啲浮動嘅錢變成緊實嘅嘢，你先至留得住呢筆財富。否則嘅話，你嘅橫財好快就會好似流水咁嚟得快，去得亦都快。屬馬嘅黃金下注日係農曆8月初8同8月18，呢兩日你嘅財星最光，你記住 mark 低佢。恭喜呢3個生肖嘅朋友，你哋8月嘅運勢真係令人羨慕，但我要提你哋唔好淨係掛住等運到，而家就係你行動嘅時候，你學識嘅秘法加上你嘅努力，先可以將呢啲潛在嘅運勢變成真實嘅回報。你快啲喺留言區留低豬籠入水，幫自己同屋企人扣緊呢股大橫財氣。你打咗呢4個字，就等同於喺宇宙入面落咗一個訂單，話俾個天知，你準備好收錢。仲未訂閱嘅朋友，記得訂埋我哋。因為第3部分我會再教你中獎之後點樣守財，同埋邊幾個生肖喺8月要特別小心破財。你一個訂閱可能就係你翻身嘅開始，就算你嘅生肖唔喺頭3名，你都唔使灰心玄學嘅嘢，就係咁得意。呢個世界冇絕對嘅輸家，只有唔識得借勢嘅人。只要你跟足我嘅方法，一樣可以喺呢個8月占到橫財喜氣。我而家就逐個生肖講你知，你點樣可以喺呢個偏財月入面分到一杯羹。屬鼠嘅朋友，你8月嘅正財運其實幾平穩，即係你返工嗰份人工同生意收益都唔會差，但偏財方面你就唔好太搏。你最好嘅策略就係跟住頭先講嗰2個生肖，屬馬同屬蛇嘅親友一齊合資。你唔使自己諗號碼，你淨係負責科水，然後跟佢哋買，因為佢哋嘅運勢會帶住你行。你借咗佢哋股旺氣，就算只係分到少少，都叫做有賺獲。記住，你嘅角色係跟風者，而唔係開拓者。你唔好諗住自己做軍師，跟人買就最穩陣。屬牛嘅朋友，你啱啱過咗丑未相沖嘅月份，個氣場仲有少少波動，但你唔使驚，因為呢種波動有時反而會帶嚟一種刀仔懸大樹嘅奇效。你8月買飛嘅秘訣就係憑直覺果斷出手。你唔好分析，唔好睇走勢圖。你一分析你就會猶豫，你一猶豫就會錯過。你覺得呢個號碼順眼就即刻買，唔好諗咁多。你嘅黃金下注日係農8月初6嗰日，你嘅直覺會特別準。你信自己一次，可能就有驚喜。屬虎嘅朋友，你呢個月木火相生，即係你嘅能量會特別旺盛。你適合用你嘅幸運數字，再加埋你屋企人嘅生日組合成一注號碼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幸運數字代表你個人嘅頻率，而家印生日就代表你同屋企人嘅連結，兩樣加埋就會形成一個強大嘅情感財陣。你每買一注就諗住係為屋企人買一個希望，咁樣嘅心態會令你嘅磁場特別光亮。你試試呢個方法，可能會有意外收過谷。屬兔嘅朋友，你呢個月有暗合財局，即係你嘅財運唔係光明正大咁嚟，而係會喺你最唔為意嘅時候出現。你最適合嘅做法就係去參加婚宴、生日派對或者朋友聚會，然後喺散場返屋企嘅途中經過投注站順便買一注。點解要揀呢個時候？因為聚會嘅時候你會吸到人哋嘅喜氣，而散場嗰陣你嘅心情通常會比較放鬆。
呢個狀態買飛最易有驚喜，你唔使刻意去買，順路就得，越隨意越好。屬龍嘅朋友，辰土喺8月會生金，你呢個月嘅財氣屬於穩中求勝嘅類型，你最啱用膽拖或者小複式嘅買法，即係你揀1、2個你覺得一定出嘅號碼做膽，然後拖幾個你覺得有機會出嘅號碼。呢種買法可以增加你嘅中獎覆蓋面，又唔使花太多錢。你呢個月嘅財運特質係慢火煲湯，唔會一嚟就爆，但只要你有耐性，好大機會會中到啲細獎，積少成多都係一筆錢。屬羊嘅朋友，你呢個月有桃花帶財嘅現象，即係你嘅財運會透過你嘅人際關係帶嚟，你唔好自己匿埋諗號碼，你應該多啲同開朗正能量嘅朋友傾偈。喺傾偈嘅過程中，你可能會聽到一啲關鍵詞、一啲數字，甚至係朋友冇意中講嘅一句說話，都可能成為你嘅靈感。你呢個月買飛之前，最好約朋友食餐飯，食完之後先至去買。咁樣中獎嘅機會會高好多。屬雞嘅朋友，你呢個月有金當旺，8月嘅辛金對你嚟講係比劫幫身，即係你會有好多人幫你。你最適合喺下晝3點到5點，即係申時呢個金氣最旺嘅時辰去買飛。你買嘅時候最好揾多一個朋友陪你去，2個人一齊買。會比你自己一個買更加容易中，因為你呢個月嘅運勢係要靠人氣去推，你越多人陪你嘅財氣就越旺。屬狗嘅朋友，戌土喺8月會藏住金，即係你嘅財運係唔聲嚇你一驚，1、2注就夠。你買嘅時候揀你覺得最舒服最順眼嘅號碼，然後就放低，唔好再諗。喺你呢個月嘅策略就係守株待兔。你買完就當冇件事，由得張飛喺你銀包嗰度擺下，可能過2日你拎出嚟對，就會發現自己中咗，都唔知屬豬嘅朋友。你呢個月有食神生財嘅格局，即係你嘅財運會同你嘅胃口同心情掛啲。你邊日覺得食得好、瞓得好、心情特別舒服嘅，嗰日你就去買飛。撞彩率會特別高，你唔需要特定嘅日子，你只需要聽自己身體嘅信號。你覺得今日個人好輕鬆、好開心，就係你嘅最佳下注日，因為你開心嘅時候，你嘅磁場係擴張嘅，最容易吸引好嘢埋身。講完12生肖嘅各自秘訣，我而家要同大家公布8月全員通用嘅3個6合彩黃金吉日。呢3日唔止係屬馬蛇猴嘅朋友，而係每一個人都應該把握嘅好日子。第一個黃金吉日係立秋當日，即係8月7號。呢一日係新舊氣場交接嘅關鍵時刻，夏天嘅火氣慢慢退，秋天嘅金氣開始生。呢種氣場轉換嘅時候，最容易產生財運嘅波動。你喺呢一日嘅下晝時段去買飛，你等於係喺一個新嘅氣場入面落第一注，個彩頭會特別好。第二個黃金吉日係農曆8月初一，呢一日係新月，月相初始，代表萬物重新開始。喺呢一日買飛，就好似你喺一本新嘅簿仔入面寫下第一行字咁，你寫得好，成個8月嘅財運都會跟住好。你喺呢一日買嘅飛最好用一個新嘅利是封入住，代表財富新開張。第3個黃金吉日係農曆8月15中秋節，呢一日係月圓之夜，月亮嘅引力最強，潮汐都會特別大。呢種引力唔止影響海水，仲會影響埋你嘅氣場同運勢。月圓之夜
一家人團圓食飯之後，齊齊合資買一張六合彩。呢個唔只係一個家庭活動，更加係一個凝聚福報嘅儀式。一家人嘅心念加埋一齊，力量係好驚人嘅。講咗咁多，我要同大家講返句真心說話。玄學嘅精髓，從來唔係叫大家去豪賭，去借錢買飛，去沉迷賭博。玄學嘅智慧係叫大家順勢而為，即係話，當你睇到個勢係好嘅，主動啲去捉住佢；當你睇到個勢係唔好嘅，你就收散啲揾光養晦。買六合彩呢家嘢由始至終都係小董怡情。你用你嘅零用錢買一個希望，買一個開心，咁就夠啦。你千祈唔好將你嘅生活費、你嘅棺材本、你仔女嘅教育基金拎去搏。你贏咗固然開心，你輸咗都唔會影響你嘅生活，咁先係健康嘅心態。記住，你嘅心境就係你最大嘅風水。你保持善良，保持樂觀，保持對生活嘅熱情，好運自然會撞過嚟你身邊。你今日學識嘅呢啲秘法，唔係教你點樣發達，而係教你點樣用一個更聰明、更輕鬆嘅態度去面對人生嘅機會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幫手讚好，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等你嗰啲 friend 都可以一齊接住呢股8月嘅橫財氣。仲未訂閱嘅朋友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麥玲玲開運堂，同埋開啟邊個小立檔撳埋全部通知。我哋每星期都會同大家分享最貼地、最實用嘅運勢攻略同風水。焗你訂閱咗，就永遠唔會錯過任何一個改運嘅機會。祝大家8月個個偏財財星高照，橫財就手，豬籠入水。我哋下期再見，保重。